由台南市议员林美燕发起，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共同举办的南区甲安平区绿色儿童寒暑假营养午餐的资助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8档。受到疫情的冲击，今年暑假申请的学童增加到400位，费用嘛突破上100万。对此，国际狮子会300低湾区嘛发动专区加国狮子会来共同响应，关注爱心善时金。台南市妇女联会跟康黄金爱心慈善会，他们已经进入到第8年的这些关怀流动的这些活动了。那这个活动事实上每一年都受到很多的爱心人士大家非常的注目，而且都把我们的小爱集中变成为大爱。那今年总共发放了42天，也已经在暑假也快结束了。那这边也再一次感谢来自各地的爱心。那我们今年在42天的发放里面，我们送了给每一天送400多个便当。总共花了100多万的钱。那这次今天是我们就是暑假的爱心便当，也就是能够圆满的，就是把它完成了。那真的再次感谢大家今天送了好多爱心。我们狮子会在关怀饥饿这一块也非常的用心那今天刚好我们美燕议员有这个热心，长期的做这一个送便当给我们学童。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所以今年我也很乐意一起来参与。那在国际狮子会关怀饥饿这一块，我们也为了要来宣导我们爱惜食物、分享食物，能够让所有的民众懂得惜福感恩。现场出席的包括英美狮子会、英空狮子会，还有军营甲蓝营等狮子会。市长黄伟泰甲教育局副局长嘛拢到场关心，并颁发感谢状。永康狮子会、永美狮子会、群美狮子会，还有300低湾还有我们的群英狮子会，来一起响应在暑假期间关怀我们弱势的孩子。那诚如刚才所讲的，我们在这个里面，每一个孩子他有登记，他要信守承诺来领取便当，这样子我们会爱惜这个食物，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我想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要谢谢所有社会善心人士，在每一个时间点都会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弱势的家庭来做出这份努力。另外，为家长儿童爱买小物的观念，只要报名小朋友，逐工拢有照时间来领便当，无浪费。主办单位嘛特别赠送小礼物，伫领取爱心团体提供的营养午餐。同时嘛，也是感恩惜福的观念。台南新闻综合报道。